唠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新历9月18，东部地区大地震，规台湾各地加减拢有感觉。即马地震要来进前，有国家防灾消息会先通知。若古早人认为讲地震是地牛翻身、土牛换经，嘛有一寡生活经验讲到地震到雨水高，山内插头对水流。嘛讲到大地震进前，涂骹声震动，若小地震尖声响。另外，阁有要地震进前，狗走狗吼，抑阁有鸟鼠嘛会对咧走。唠台语讲新闻，咱的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唠台语讲新闻，我是小文。今仔日带你来关心的是，最近伫台湾有足侪地震发生，因为咧台湾落伫个菲律宾海板块、甲欧亚大陆板块两个板块相接形成的一个岛，阮伫个两个板块的顶端，所以发生足侪地震。你敢知影？伫台湾差不多一冬会发生4万届的地震，其中伫个花莲这个所在，一年差不多有12000届。伫台湾呢，有足侪甲地震有关系的形容词，亲像这个是土牛翻身、甲地牛换金。因为古早人相信，伫地下有住一只会使支撑大地的地牛。这地牛的平常时拢咧困，啊，毋过有时阵伊会翻身啊、了上，还是换金甲头的时阵落的地震。还有即句是金鸡刷骹，有人会用鸡的换骹徛的时阵，安尼海来海去来形容地震。即句地灵轻则地震，地灵就是讲土地灵溃。为什么会地震？有人认为就是因为土地灵溃受轻啊。咱大家咧拢有听过地牛这两个字，啊，毋过你敢知影地牛这两个字，这个讲法是要安怎来的咧？传说伫1906年的时阵，伫嘉义有发生一届大地震，这地震叫做梅亚庆大地震，伊的规模有超过7。迄时阵有人就讲，伫地震发生的时阵，伊伫裤骹必顺的所在，有看到一条牛的尾溜，所以咧，伫地下有地牛的这个讲法，就开始四界散布、四界流传。伫台湾呢，阮形容地震是用地牛来形容，啊，毋过伫日本的故事内面，伊是用鲢鱼；伫泰国是用枪；伫蒙古是用水龟。也是即款动物咧刷动伊的身躯的时阵，就会发生地震。伫台湾呢，嘛有一款民俗是甲地震有关系的，尤其是地牛。伫地震来的时阵呢，有一寡时代的学有的好，希望安尼会使按打地牛的情绪。伫离岛，阁有人会摕碗来讲裤骹，因为希望呢会使互裤骹的迄冤家的地牛分开，毋通作乱。伫台湾呢，嘛有足侪甲地震有关系的俗语，亲像即句是大地震声震动，小地震尖声响。意思就是古早人认为大地震要来的时阵，发出的声是较低、是较沉的，还是较小的地震的话，伊的声就较尖、就较悬。即句是鸡飞狗吼，鸟鼠啊鸡卡就先走。意思是地震要来之前，有一寡动物伊的行为开始变甲怪怪，亲像鸡伊会开始四界飞，狗会哭哭吼，鸟鼠佫会四界走。佫有即句是古井水本是宝，前调落河落。以前人会观察古井内面的水，若是有泡还是变色，伊就怀疑讲可能地震就要来啊。即句是地震到雨水高。以前的人感觉讲地震来的时阵，定定就会落大雨，甚至佫会淹水。啊，毋过提醒观众朋友，即款俗语拢是足久以前的俗语，所以莫收迷信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唠台语讲新闻，我是小文，即马甲镜头向我移动主播。